約瑟的主人聽見他妻子對他所說的話，說：你的僕人如此待我，他就生氣，把約瑟下在監裏，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於是約瑟在那裏坐監。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獄的眼前蒙恩。司獄就把監裏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約瑟的手下，他們在那裏所辦的事都是經他的手。凡在約瑟手下的事，司獄一概不察，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做的盡都順利。今日早上好高興，我哋又係周國輝傳道為我哋證道，佢嘅題目係苦難中看見盼望。上個禮拜牧師喺度講道，植入式廣告咧，啱間咧10點鐘，我哋重啟主日學，咁咧有早餐有飲品，牧師仲私人醒你10幾本，由裝金邊皮好多嘅釋經書，咁咧就鼓勵大家啱間10點鐘有主日學，咁我冇辦法啦。我冇牧師咁多墨水，又冇咁多書，咁點呢？咁咧，我係第3次，嗰時係2月，好好記嘅，2月22號，年初6。所以咧，如果大家嚟我主日學咧，阿周國輝傳道會派利是。大家知唔知呢個邊個啊？約瑟。呢個係舊約中嘅人物，好多姊妹都好中意。點解呢？因為佢坐懷不亂，就拒絕色誘。仲有聖經呢，淨係記得佢呢，得一個太太嘅啫，一啲都唔似佢爸爸，亦都唔似佢爺爺。因為當時古代呢，個個都幾個老婆嘅，咁啲姊妹就好欣賞佢啦。咁我太太都好欣賞約瑟。點解呢？原來你睇真啲呢，約瑟呢個人呢，嗱，佢去到埃及嗰時做宰相，因為佢10個哥哥咧就陷害佢。點知原來呢，佢原本嘅地方饑荒冇食物，咪要走去埃及去求食物買食物。佢又唔知道做緊宰相嗰個係約瑟。嗰陣時咧，約瑟想見佢嘅弟弟便雅憫，就特登整蠱佢哋啦，就話：喂，你哋係奸細嚟嘅，你揾住你係真係咁咩？除非你帶你個細佬便雅憫嚟咧，我就信啦。聖經記載嗰陣時候咧，佢話用通事傳話咧，其實好似而家要翻譯啊。埃及王，我哋講英文，佢班咧就講廣東話。咁佢哋喺下邊自就唔講廣東話，話咗啦。個流便話唔好害細佬啦，嗱，搞到現眼報啦。今時今日而家要向我哋追討啦。佢又唔知道講廣東話，其實約瑟喺上邊，佢聽得明，唔需要翻譯。咁約瑟做咩啊？轉身，唔好俾佢知道，行入去喊咗一場。跟住真係啦，帶到便雅憫嚟。約瑟一見到個便雅憫，見到自己好中意喜愛嘅弟弟之後，又係情之發動，又係急急臨揾可入到自己屋，又唔好俾人見，又哭咗一場。哇！峰迴路轉，去到最嬲尾，叫晒啲人走，忍咗咁耐，終於可以咩啊？相認嘅時候，佢就咩啊？放聲大哭，喊到所有法老中人、埃及人都聽到。哇！我太太話好欣賞呢個男士，大男人係咁感性嘅。點解我要講約瑟呢？上個禮拜，因為我哋2月咧，牧師話我哋嘅 mini series， 我哋個系列咧係 keep 住信望愛。有冇人記得上個禮拜
牧師嗱，唔好令牧師傷心。有冇人記得上個禮拜牧師係講信啊嘛？信望嘅信係用咩例子啊？乃縵嗰個啲連名都冇嘅咩啊？使女同埋幾個男僕人啊嘛。哦，咁我又用翻舊約嘅人物約瑟。我想問下大家，你曾經有冇問過神 Why me？ 點解係我啊？我明明冇做錯事，我明明已經盡力遵行你嘅旨意，點解我要偏偏遇到咁嘅事？有冇啊？嗱，有時呢，我哋唔敢出聲嘅，因為係做咗基督徒耐。其實你心裏面有冇曾經咁樣諗過話，如果神真係愛我嘅時候，點解容許我受咁多苦呢？你有冇咁樣諗過？嗱，如果講話點解係我啊 ？Why me 啊？我諗約瑟係絕對有資格講呢一句説話。點解係我啊？一啲都唔過分。點解呢？我哋試下好快睇約瑟嘅一生。約瑟呢，第一個苦係被出賣。嗱，又唔關佢事嘅。約瑟呢就好誠實嘅。就做咗二五仔，將佢哥哥啲惡行咧就爆俾佢爸爸聽。嗱，佢又唔係誣告佢嘅喎，佢係真嘅喎，佢只不過照直講啫。好衰唔衰？約瑟咧就係咩啊？佢爸爸嘅老來得子，講到明，咁就好錫佢，講到明咧好偏心佢。但係咧最好衰唔衰？呢個爸爸唔識做，你偏心就好啦，你唔好出晒面啊！佢做咩啊？整件彩衣俾佢着，日日喺啲哥哥度係咁樣。我係爸爸最錫嗰個仔，真係。跟住呢，神又好恩待佢，俾佢發夢。發夢呢，哇！太陽、月亮、11個星星向下拜，即係話咩啊？全家都向下拜。咁真係好嬲啦！呢哥哥你係乜水啊？唉，終於有一個機會。爸爸叫佢，喂，你去睇下啲哥哥放羊放成點嘅時候，10個哥哥終於見到機會嚟啦，一於鋸咗佢，睇佢點拜，我哋點拜佢，睇啲夢點實現。哇！好在嗰時咧有個哥哥流便，諗咗之後想救佢，咁啊唔好啦，我唔好親手殺佢，掉咗喺個窿度，等佢自生自滅，諗下點去救佢好咧？另一個哥哥咧，猶大就話：咁樣親手殺自己弟弟都唔係幾好嘅，做咩啊？不如咁啦，有得賺添。有啲客旅經過，以撒瑪利人就賣咗俾約瑟俾佢哋。哇！呢個真係被出賣喎，佢仲要俾佢自己親生哥哥親人被出賣，幾咁痛苦咧？咁第二樣嘢。賣咗之後都好，賣咗起碼即係有瓦遮頭，做咗人哋奴僕，有瓦遮頭有衫着，咁都起碼有2餐唔使憂啊！好衰唔衰？約瑟又衰靚仔，原來好靚仔，咁佢家主人嘅太太咧就喺度日日喺度勾引佢，咁約瑟話：我點可以做咁嘅大惡得罪神啊？佢就日日向佢放電，但係咧約瑟唔掂啦呢樣嘢，咁就話好聰明喎，佢哋從來唔可以俾我同佢單獨2個人，盡量避晒佢，離開佢。好衰唔衰？有一日成間屋都冇人，哇！個主人太太話掂啦，走出嚟拉住約瑟，弊啦！約瑟點算啊？成間屋都冇人，佢就咩啊？好出名啦，就逃避罪，轉頭衫都唔要。就走人，好嘢，弊啦，斷正啦，有件衫俾人捉住啊嘛！哎呀，個主人太太等咗真係好興啦，跟住有證據同主人講：喂，你買翻嚟個希伯來人調戲我啊！證據確鑿，咁就咩啊？捉咗佢坐監。弟兄姊妹，俾人屈係好痛苦嘅。
屈你冇做過嘢，你哋有冇人試過啊？俾人誤會，好痛苦。屈得嚟痛苦，但係仲要俾誣告去坐監。你話約瑟苦唔苦呢？咁第三樣被遺忘，坐下監。法老個皇帝有兩個官，酒政善長，一個負責飲酒，一個負責食物。嗱，唔好以為嗰啲好他條喎，因為能夠俾王去酒同食品咧，係要好信得過你先得嘅喎。佢即係呢個好重要喎，因為隨時毒死佢就係呢兩樣嘢。啊，好衰唔衰？唔知啊，聖經冇講，唔知乜啲酒唔靚，啲食物唔好味，突然間好嬲就將兩個都咩啊，運咗去坐監。咁好得意，兩個同事都發夢，唔知道點解。咁約瑟就同佢講：解夢唔係出於神咩？請你將呢個夢話俾我聽啦。咁咧嗰個酒政就話：啊，我發個夢啊，喺個葡萄樹有三支根子，三支枝子，枝發咗芽，跟住就開咗花，跟住就結咗果，有果即係有菩提，菩提就擠咗落個杯，就係法老個杯遞去法老嘅手中。咁約瑟話好簡單，即係話你三針枝即係3日咧，即係話咧你仲可以官復原職，做翻你嘅酒政，仲可以侍奉法老。嗱，佢就講到明，嗱，我知道一定會發生。酒政啊，求你紀念我，施恩於我。嗱，你出到去做翻酒政，唔該你喺法老面前提一提我呢個約瑟人，因為我係俾人賣拐帶嚟㗎，我係希伯來人，我冇做過乜嘢，俾人收咗監，求你紀念我。哦，個善長解得幾好聽喎，解得幾靚喎，不如你解埋我個，我都發過夢。佢個夢好得意，佢話頭頂我有3個筐就係嗰啲籃。佢話最頂上嗰個筐，除咗有餅咧，仲有啲法老嘅食物。其實點咧？即係話我頭有第一個籮，其實啲筐即係藤織籮。第一個籮上邊再搭第二個籮，第二個對第三個最頂嗰個係籮，咁即係咩啊？向天，哇！跟住除咗有餅，仲有法老嘅食物，啲雀仔嚟咩？啄去食嘢啊！點解啊？你解得咁好，弊啦呢個。佢話3個籮都係3日，因為3日之後咧，你係俾人提出嚟斬頭，仲要掛咗你個肉身喺上邊俾啲雀仔食，咁恐怖。兩個完全，真係喎！3日之後。法老生日大派筵席，我將個酒政咗出嚟，俾翻去做酒政，完全好似以前一樣。嗰個就鋸咗，但係好衰唔衰？一句説話喺聖經，一句説話啫。酒政卻不紀念約瑟，竟忘了他。好簡單一句説話。弟兄姊妹，第三個苦係。你唔好俾我有盼望啊！你俾我有盼望喎，佢知道一定會發生嘅事喎。咁我求你紀念我啫。點知咩啊？完全阿約瑟等下，一日等下，一日等下，完全冇消息，好似被遺忘咁。啊！所以約瑟大可以話 Why me？ 我又冇做過任何錯事，點解我會受咁多苦呢？不過好在我哋再睇下約瑟嘅一生，有一樣嘢，苦難唔係代表神離開我哋。好似今日所講經文，每一次有苦難，去俾人賣到去埃及為奴嘅時候，聖經講到明耶和華與他同在，百事順利。所以佢個老闆見到，哇！呢個咁叻嘅奴隸，俾佢叫佢做埋管家，跟住最嬲咩啊？咁勁啊！俾咩佢都做得咁順利，乜嘢都唔做，淨係識食飯。嗱，冇人係淨係識食飯咧，食飯對佢嚟講係好重要，所以呢樣嘢冇俾佢。跟住好慘啦，俾人誣告坐監，又係喎。聖經再講到明，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又係做乜都掂喎。個監獄長話：咁啊，你幫我做管理埋。
做嘢想學，所以佢先同嗰兩個酒政可以傾偈。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嘅第一步，我哋唔知道 why， 唔明白發生咩事，但係你要仍然相信神仍然同你一齊同在。第二樣嘢，神在你睇唔見嘅地方嘅工作，其實好慘嘅。約瑟頭先一句說話，忘記佢好簡單，但係咧約瑟以為有機會，酒政出咗去，第一日又冇，第二日又冇，第三日冇，第四日冇，第五日冇，好似好簡單，佢足足等咗2年。2年喺個監獄裏邊，當你充滿盼望，以為會放監嘅時候，佢喺度等咗2年。佢完全約瑟唔知道發生咩事，點解唔記得我？唔記得我，點解唔記得我？但係其實神喺呢2年係預備咗約瑟睇唔到，佢預備咩呢？佢預備法老會發一個夢，佢預備咗埃及呢係將來會面對嗰啲乾旱冇食物。佢又會預備一個位，有個宰相，一定要識得點樣去應付呢個災難。佢預備晒好啲嘢，到時候到嘅時候，突然間酒政聽到話又要解夢，佢就即刻解夢呢樣嘢，就諗起約瑟，就同法老講：我記得啦。咁約瑟終於出嚟，可以同嗰個法老解夢，成為俾佢解決問題嗰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宰相。但係喺呢2年裏邊，約瑟係完全唔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有時我哋人生係咁，祈禱好似冇答案，前路好似冇出口，你會問神：你做緊啲乜嘢？弟兄姊妹請記得，就算我哋睇唔到，唔代表神冇做緊嘢。所以盼望第2步唔係我哋立刻見到結果，而係我哋仍然相信神正在喺度工作。第3，神能夠將最深嘅苦難轉為最大嘅祝福。當約瑟接晒佢啲哥哥，原來咧，終於佢哋都好慘，周圍都好慘，周圍都冇食物，因為約瑟嘅緣故，全家所有人嚟到埃及，有得食，住得好，着得好。突然間佢爸爸過身，嗰10個哥哥就好驚啦，因為咩啊？可能爸爸喺度，你俾面爸爸，但係如果爸爸唔喺度，10個哥哥就非常之驚啦。我點知你係咪記仇記得好勁嗰個？咁咧，佢一嚟就同佢講啦，爸爸生前都講過，我哋求你原諒咧，希望咧你原諒我哋。點知一講完之後，約瑟又喊，咁嗰啲哥哥仲驚，個個仆晒喺度，唔知係咪好激到嬲到喊，準備報復，即係話：哎呀，求你原諒我。但係咧，有一句說話唔係人人都講得出。你俾人害到咁慘嘅時候，約瑟竟然講呢句說話，佢話：唔好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哋嘅意思要害我，但係神嘅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所有人許多人生命，成就今日嘅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約瑟冇話否認傷害，冇話哎呀我都唔記得啦，抹咗佢啦，冇乜所謂。唔係啊，佢冇否認傷害，佢冇話其實冇嘢嘅，其實好清楚知道你真係害我，我真係受好多苦。但係呢樣嘢，佢睇到一個更高嘅層次，原來神嘅意思係好嘅。如果佢冇俾出賣，佢點會去埃及呢？如果佢冇坐監，點遇到酒政呢？如果冇饑荒，佢唔會被高舉。所以弟兄姊妹啊，神唔係苦難嘅作者，神係苦難嘅救贖者。所以盼望第3步，我哋冇否認痛苦，但係我哋相信神可以使用痛苦。所以弟兄姊妹，
神仍然同在，即使我哋喺苦難中；神仍然工作，即使我哋睇唔出；神仍然掌權，即使事情唔公平。好快睇到約瑟一生嘅片段。我曾經喺呢個講台度呢，都分享過我人生一啲片段。我與神同行40幾年，有3個嘅里程碑係好影響我點樣同神一齊行。第一個我分享過，係我信咗主4年，喺1987年一個暑假，神透過嗰個暑假發生好多奇妙啱啱遇剛剛嘅事，令我讀電力工程我可以去到北邊好遠 Pinswood 一個地方紙廠度做暑期工。我係人咁大個仔，第一次離開屋企去獨立，去一個陌生嘅地方，仲要走得好急，都唔知個 Pinswood 喺邊度，要揸2日車。但係神又好奇妙預備地方，禮拜六出車 Prince George 停1晚，跟住禮拜日好遠10幾個鐘再揸。人生第一次禮拜日揸到 Pinswood， 冇 GPS 冇手機嘅嗰個年代，40幾次，突然間迷咗路。我去咗邊度？拍低望一望，我停咗一間外國人教會嘅停車場。原來嗰間教會咁啱就係因為有華人喺嗰度，一班華人唔係好多人，租咗嗰間教會去聚會。咁我仲可以禮拜日下晝做埋崇拜。喺會友當中竟然有一個人係個紙廠工作，嗰晚仲帶埋我去。呢個紙廠係咁樣行，所以我禮拜一毫無困難，朝頭早就揸車去返工。我話點解咁得意帶到呢地方？原來呢個咁細嘅華人教會，竟然因為嗰時係97，唔係而家呢個係97。佢哋竟然咁細嘅教會喺埠仔可以請到喺香港嚟嘅孫兆海牧師一家移民就去到Pinswood加拿大呢個地方。所以我可以幫助佢哋一家，佢仲有個仔，一家3口一嚟加拿大，竟然係一個埠仔，咁我就可以幫助佢喺當中 settle 咗，就跟住牧師去探訪。成個暑假裏邊，我喺眾恩堂信主4年，我學到所有嘅嘢，我就喺呢間教會度喺度當中侍奉。我覺得好特別。喺6月18號我生日，我從來未拍過拖嘅我，第一次嚟我屋企，喺生日喺街度行，覺得好孤單。但係神咧透過一道曙光話俾佢聽，佢話你唔係孤單，Esmond，我與你同在。哇，好開心，即刻走咗去海邊嚟嘅 Pinswood 海洋裏邊，坐喺個岩石上邊聽海浪拍聲，坐咗好耐，喺度默想神。呢個係我里程碑第一個信主4年之後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去影響我。第二個我曾經都喺度分享過，在4年之後我結咗婚，未有仔女，做教會做執事，做導師，仲喺間顧問工程公司做工程師。嗰間公司仲俾埋錢我可以讀，用部分時間讀工程碩士，非常非常之忙碌。仲要侍奉神。我同神講，如果我揾到一份好穩定做到退休嘅工就好啦，咁我可以專心去侍奉你，做好多嘢。逢真呢啲工呢，就好多人爭。神呢，帶我過5關斬6將，過咗好多關，好奇妙。去到最尾，通常你揾工你唔會知道個結果係點樣嘅，淨係話請與唔請。但係呢間公司竟然話俾我聽，打電話話俾我聽，你係第2最好嘅。如果第1嗰個唔要呢份工，我就請你。你唔好俾我知仲好啦。我嗰時好傷心，我話神，你俾唔俾我都知道，我跟住你冇所謂。點解你要好似特登俾我知，一路帶住行，臨尾劈低我呢？我好傷心。但係神呢，就透過喺一個電視舞台劇，將主耶穌嘅一生出世一路演繹，直至到去演繹主耶穌掛上十字架嗰刻。我睇到嗰幕，我就完全痛哭一場。我真係痛哭一場。神好似問我 Esmond，
你係愛我定愛我啲恩典啊？第二個問題，如果你要一個好穩定嘅工作環境去侍奉嘅時候，你仲會唔會倚靠我？哇！喺嗰日我人生里程碑第二個好重要事，我學會一樣嘢就係放手。由嗰日開始，我再冇為我啲工作啲嘢求。我話神，你要帶我去邊度就去邊度。幾年之後，一連串好奇妙嘅安排。喺網頁最紅嘅時候，我轉工喺屋企開公司，半退休就係嗰10幾年喺屋企做周師奶，睇住陪住個兒女成長，仲好多時間去侍奉。神又帶翻我去第一份工，做翻一個專科嘅工程師。6年前可以提早退休都冇所謂，求問神讀一科神學，就神咧就帶咗你呢度教成咁啦。今日6年之後企咗喺度，咁之後做乜嘢呢？唔緊要，俾神繼續帶領。弟兄姊妹，我喺面前好感恩，因為嚟緊呢，我5月呢，我放自己一個叫做安息年假。我覺得一個階段嘅結束。神今日透過竟然俾我仲有生命氣息，同大家分享我第3個最後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從來都冇分享過，係一個死蔭幽谷嘅經驗，亦都係影響我最深嘅經驗。當我仔10幾歲嘅時候，佢患咗克隆氏症 （Crohn disease）， 一個係唔好得醫好嘅病，會影響成個消化系統。當時我仔問我，點解英文部咁多弟兄姊妹為佢祈禱？點解我哋主任牧師親自嚟到去醫院為佢按手祈禱？希望驗出嚟個結果唔係呢個病。點解咁多人為我祈禱，驗出嚟都係呢個病？咁我同個仔講：我兒啊，我真係唔知，因為呢，我係好多人重病祈禱，真係有人醫好，就好多人返咗天家。你問我點解神會醫一個唔醫一個，我真係唔知。我嗰時只可以同個仔講話：阿仔啊，我唯一知道就係神仍然好愛你，呢個係我唯一知道嘅。嗰陣時咧，阿仔連吞藥丸都唔識。佢吞咗藥之後咧，又嘔翻出嚟，唔知係食咗定唔食咗。嗰陣時咧，個仔仲係好矮細。咁啊，太太又得，我哋都擔心病況，因為影響晒成個會唔會成長有問題，會唔會高翻呢？嗰陣時好慘，見到太太咧日日以淚洗面，我從來未見過太太流咁多眼淚。咁我嗰時又要鼓勵個仔，我又要安慰我太太。我走上網查下呢個病嘅資料，呢個病咩嚟嘅？會發現呢個病咧係令你啲腸成日都爛，去到嚴重爛，咁爛到要咩？要切咗佢。但切咗之後咧，佢又會翻嚟，又會繼續開始慢慢衰，又要爛再切。哇！睇完就不過呢個梗係一個最差嘅情況。我竟然喺不知不覺之間進入咗一個憂鬱嘅狀態。我喺教會有個弟兄唔係我團契嘅，突然間問我 Esmond 你咩事啊？我話冇事啊，因為我哋要當冇事咁噶嘛。佢話唔係，我冇見過你笑喎。原來我咁多年我人係咁喺教會，好似而家希望弟兄姊妹覺得我成日笑，我係成日笑好開心，但係我冇辦法真係從心裏發出笑容。佢就覺得你係有啲嘢。跟住我，因為點解我淨係將我個情況講俾我團契啲弟兄姊妹分享，我淨係俾佢哋知嘅啫。咁我又記得喺 Crystal Mall 撞到又係唔係團契嘅弟兄，佢走嚟望住我，喂，你知唔知阿咩乜姊妹就係我團契其中一個姊妹，周圍同人講，佢話 Esmond 好唔妥，你快啲個個行切為佢祈禱。個弟兄望住我喺度講呢時好係咁笑，我都唔怪佢。佢心諗 Esmond 都會唔妥，佢成日都唔開心，點會唔妥？我就感恩個姊妹明白我嗰個感受同埋個掙扎。我嗰陣時做咩呢？
我嗰時喺屋企做緊周師奶，我每日要鼓勵自己起身，繼續去做家務，去接送啲仔女同埋放學。如果乜嘢都唔使做，你知唔知我最主要做咩咧？瞓覺。一有時間，日頭就瞓，係咁瞓覺，唔想諗呢樣嘢。我冇自殺嗰個傾向，但我成日都諗，哇神啊！如果你接我翻去咧，我就乜都唔使諗，幾好啦！如果食藥可以幫助我感覺良好，我都會食。但係當時我團契真係有個姊妹係精神科護士，佢話Esmond，你唔好食啊！即係呢藥一食會上癮。咁我嗰時都唔知道點算啊！嗰時我要逼自己，我仍然走出去做運動，我又繼續打網球，我繼續打高爾夫球，但係我感覺係好恐怖，因為我做緊我平時好想做嘅事，好開心嘅事，我竟然感覺我好似抽離咗個身體，望住自己喺度打網球、打高爾夫球，望住點解你做埋啲咁無聊嘅事？哇！個感覺非常恐怖。終於明白，因為我以前聽過原來有一個富翁覺得人生冇意義，跟住有人同佢講：你周圍去環遊世界之後呢，你會開心啲，見下呢個世界。佢真係走去環遊世界，兜個圈翻嚟，最後尾都自殺。嗰時我心諗，邊有可能啊？哇！俾我都唔知幾開心。你咁多嘢，我而家終於明白。我繼續祈禱。但係聖經用聖經繼續鼓勵自己，好似背金句，你要喜樂，你要常常喜樂，但係一啲成效都冇。原來好似一個人自己發緊燒，你唔可以同自己講你好㗎，你冇嘢㗎，你冇發燒。原來你真係病咗。我唔知係咪身體化學唔平衡，定裏邊腦嗰啲所謂 signal 出錯，我完全唔知道。我記得曾經有一個神學教授，一個牧者非常之好嘅教授，佢講咗句説話，我都唔得閒憂鬱。其實原來講呢句説話冇乜嘢，佢只不過唔明白，你冇辦法明白嗰個憂鬱嘅人嘅感受。我非常感恩，乜嘢藥都冇食過，4個月之後，神帶翻我出嚟，我同神講好恐怖，希望你唔好再帶我翻呢個光景。我話神啊，即或不然，你係要我再嘗呢個光景嘅時候，唔該你好似呢次咁快掹翻我出嚟。呢件事17年前嘅事，感謝神冇再發生喺我身上。呢件事教識影響我好深，教識我好多嘢。我係一個情緒好穩定嘅人，我唔開心嘅時間好短，因為我好快令我開心翻嚟。有時我唔明白弟兄姊妹，尤其同太太相處，點解咁多情緒起伏？一個與神同行嘅人，一個被神愛嘅基督徒，唔係應該常常喜樂嘅咩？呢個次經驗令我紛紛反省，我係何等無知呢？亦都預備我之後嘅侍奉，真係咁啱得咁巧。今期嘅天使心出邊個封面，羅牧師就係我教會前主任牧師，令我明白知道牧師嗰個感受，可以與佢同行，可以支持佢。好特別，當羅牧師唔可以講道，話自己我有嚴重嘅憂鬱症，但係個牧師走咗出嚟向全世界人講。咁我哋要揾外來嘅講員去講道嘅時候，超過一個牧者喺台講，其實我以前都有憂鬱症，要食藥，只不過係冇人知。嗰時年代冇人咁，點解咁同人講啊？連你都唔開心啊？咩叫憂鬱啊？你係群羊中嘅榜樣喎！你憂鬱即係話你屬靈出咗問題，冇人牧者夠膽。多謝羅牧師講咗出嚟之後，甚至係鼓勵好多弟兄姊妹出嚟講佢嘅感受，令弟兄姊妹去學習嘗試去正視呢個問題。
如果你要食藥，再唔使話唔好驚啊，唔好食啊，上癮冇啦。你要醫治。後來我去組織5個家庭嘅幼兒父母小組，竟然又發現有2個媽媽係曾經要食藥，有憂鬱症。弟兄姊妹，約瑟苦盡甘來，成為宰相。我都係經過4個月，神帶我翻出嚟。我仔而家成長，成家立室，買埋屋。但唔係表示每一個痛苦經歷都會見到好好嘅結果。羅牧師仍然食緊藥，接受治療。我唔會好似嗰啲成功神學嘅弟兄姊妹去判斷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仍然受緊苦，仲喺苦中，因為你信心唔夠。你信心夠，一定唔會受苦。你做基督徒做到你咁冇喜樂，係因為你同主嘅關係唔好。其實呢度好荒謬，因為我哋在座當中有姊妹仍然喺重病之中，仍然喺度爭鬥。喺呢個講台裏邊，曾經有弟兄，佢喺度分享含住眼淚，佢有親人10幾年仍然都要面對病症，但係所有嘅當事人回望都講一句：恩典夠用。弟兄姊妹，我會聽你哋嘅分享，我會講我明白你嘅處境，我會體會你嘅苦況。但係有一句說話，我諗我以後都唔會講。我唔會講話我明白你嘅感受，因為我哋每個人都唔同，我哋原生家庭對我影響都唔同，我哋性格都唔同，我哋遭遇都唔同。我係冇辦法明白你嘅感受。但係聖經講，神話我哋未成形嘅體質，神嘅眼早已看見了。我哋所定嘅日子，我哋一日尚未到過，神都寫晒喺個手冊裏邊。我唔明你，但係神明白你，你相信嗎？雖然我唔明白弟兄姊妹感受，我希望弟兄姊妹喺眾恩堂能夠揾到一班弟兄姊妹，能夠淨係聽你訴苦，冇任何嘅判斷擺喺你身上，淨係聽你訴苦，支持你。雖然我哋好多元，個個都唔同，我哋冇辦法完全明白每個人嘅感受，但係我哋有同一嘅盼望。好似當日我同我仔講，我都唔明，我可以今日我都唔明大家弟兄姊妹，但係我就可以講，好肯定講呢3樣嘢。弟兄姊妹，我哋有同一嘅盼望，即使痛苦冇立即離開，神嘅愛從未離席。即使你感受唔到神嘅保守，仍然暗中運行。即使你嘅傷口陪伴一生，神嘅懷抱仍然張開。我哋低頭祈禱。阿爸父，多謝你點樣去帶領阿約瑟嘅一生，多謝你俾我個機會去分享你點帶領我嘅一生。我好肯定在座當中每一位弟兄姊妹，神你仍然帶領佢，好個別去帶領佢哋。可能當中冇機會分享，冇機會講，甚至講唔出，冇人明白。但係主啊，你明白每一個弟兄姊妹嘅感受。多謝你，因為我哋可能在世睇唔到任何我哋認為好嘅結果。正如今日領詩好多嘅詩歌嘅時候，主啊，你已經為我哋預備那美好嘅地方，將來我哋可以完全毫無隔咗同你一齊，嗰度再冇有痛苦。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們。